好，今日我哋講下咧2026年咧流年嘅財帛宮入邊見到天機星同太陰星同宮嘅一啲現象嘅。咁2026年財帛宮見到天機星嘅話咧，就會係化權嘅。好勁啊你！咁你又知唔知化權代表啲乜嘢咧？化權嘅話咧，代表我自己想掌控我自己嘅一啲財務狀況咯。冇錯，咁所以咧大家要睇下啦。如果自己嘅財帛宮入邊咧係見到天機化權咧，今年咧好大機會咧係好有衝動想自己創業啦、做老細啦、做生意咁樣咯。咁如果天機星同埋太陰星可以借到過去對宮福德宮嘅話，咁會點㗎？嗱，如果可以借到過去，即係冇煞星又或者冇文昌、文曲星之類啦，咁其實代表啲咩咧？因為天機星咧主理性、主邏輯嘅，即係建議大家咧可以用自己嘅理性啦嘅思維咧，去好好咁去計劃去理財嘅。再加上因為咧太陰星除咗係媽咪星之外咧，佢亦都係一粒財星，不過佢嘅財咧係要一啲啲慢慢去累積嘅。咁所以建議大家咧就好好咁樣去用盡自己嘅理性去分析理財嘅計劃，然後去慢慢去賺錢嘅。咁再加上咧福德宮如果見到化權咧，好有機會今年咧係有2份以上嘅收入嘅。咦，咁可以去做下 part time 喎？其實都可以嘅，不過要小心咯，自己嘅身體同埋精神上面係咪負荷到？咁我點解會講係精神層面咧？因為福德宮亦都係精神層面嘅一個代表嚟嘅。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天機星係主理性，咁然後太陰星係主感性，咁即係理性感性不停喺度拉扯，其實就會喺精神上邊又比較容易有情緒化嘅纏繞咯。咁我就建議大家就要小心去好好咁控制下自己嘅情緒啦。咁萬一如果借唔到個對宮嘅話咧？借唔到過去對宮人就更加好大機會咧，就係被情緒去困擾。不過咧就唔使太緊張嘅，點解咧？因為喺呢個盤入邊嘅話咧，流年嘅命宮係一定坐住粒天梁星。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天梁星就係庇蔭星啊，亦都係宗教星。咁我建議大家咧可以尋求多啲咧宗教上嘅寄託嘅。咁如果我冇宗教信仰咯喎，咁點好啊？嗱，如果你冇宗教信仰都唔緊要嘅，咁得閒嘅話咧就多啲去做冥想啊，放空下自己咧，都係一個唔錯嘅方法。咁如果天機星同埋太陰星喺福德宮嘅話，咁個現象會係點咧？嗱，如果你話咧可以借過去財帛宮嘅話咧，咁即係亦都係雙權喎。咁咧其實個情況就好似同我哋之前講嘅係差唔多嘅。咁如果借唔到咧？嗱，如果借唔到嘅話咧，即係證明咧喺財帛宮入邊會有煞星啦，或者有文昌星、文曲星呢啲咧，全部都係關於情緒嘅困擾，就要小心啲啦。咁樣嘅話，有可能因為自己咧一啲情緒問題咧，導致破財。所以我建議大家咧就更加要去保守啦、穩健咧，作為一個投資嘅 planning 嘅。咁如果天機星同埋太陰星嘅呢類命盤嘅人咧，咁就真係要好好規劃下自己嗰個理財啦，同埋咧大家都要放鬆心情。係啦，唔好咁急，然後慢慢做好 planning 之後咧就做老細啦，可以揾多啲錢。冇錯，祝大家今年咧就揾多啲。又寫玄學，活學活用，大家記得 follow 我哋啊 ，like 啊 ，share。comment。